马太福音第8章，耶稣对山顶落来的时，有规大阵的人缀伊。拄迄时，有一个麻风病人行过来，跪落去伊的面前，讲：“主啊，你若肯，会当互我清气。”耶稣伸手甲伊摸，讲：“我肯，互你清气。”伊的麻风病随时清气。耶稣甲伊讲：“着注意，拢毋通甲人讲，不过着去互祭司验，搁照摩西的规定献礼物，通对众人证明。”耶稣入去迦百农的时，有一个罗马军官行过来，甲伊恳求，讲：“主啊，我的奴仆倒伫厝内，袂振动，非常艰苦。”耶稣甲伊讲：“我来去甲伊医治。”军官应讲：“主啊，你来阮兜，我也袂堪治。你干那讲一句话，我的奴仆就会好。因为我是互人管的人，嘛有兵互我管。我甲这个讲去，伊就去；甲别个讲来，伊就来；甲我的奴仆讲你做这个，伊就去做。”耶稣听了，感觉真奇怪，就对遐个缀伊的人讲：“我实在甲恁讲，连伫以色列人的中间，我都还毋捌看到即款的信心。我甲恁讲，有真侪人为对东对西来，甲阿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伫天国坐倒。不过遐个本来是天国的囝儿个，反倒会受赶出去外面黑暗的所在，伫遐啼哭，家个切齿。”然后耶稣对迄个军官讲：“你去，互你所信的实现。”拄迄时，奴仆的病就好去。耶稣入去彼得因兜，看到伊的丈母发热，倒伫面床。耶稣摸伊的手，热退去，伊就起来侍候伊。黄昏的时，有一寡人带真侪互邪神附身的人来耶稣遐，伊用一句话就甲邪神拢赶出去，佮医好所有的病人。这是要应验通过先知以赛亚所讲的话：“伊承受咱的软弱，担当咱的病痛。”耶稣看到一大群人围伫伊的周围，就吩咐门徒过去湖的迄边岸。有一个经学教师行过来，甲伊讲：“老师，你无论去倒位，我拢袂缀你。”耶稣应讲：“河里有空，空中的鸟有收，不过人子连看头壳的所在都无。”另外一个门徒甲伊讲：“主啊，互我先转去埋葬我的老爸。”耶稣应讲：“来缀我，互死人去埋葬因家己的死人。”耶稣上船，伊的门徒缀伊去。忽然，乌起大风涌，船所影砍到要沉落去。毋过耶稣得困，门徒去甲伊叫醒，讲：“主啊，求你哦，阮得要无命咯！”耶稣对因讲：“小信的人，恁哪才无胆？”伊就起来，即被风甲影，乌就静静静。遐个人就惊讲：“这个是甚物款人？连风甲影都顺服。”耶稣过去湖的迄边岸，到加大利人的地区，有两个互邪神附身的人对蒙阿波出来，拄着伊，因向戒戒，所以无人敢对迄条路经过。因忽然大声喊：“上帝的囝，你莫插怨，时还未到，你就来要甲阮苦楚是无？”迄时，离因有遐远的所在，有一大群猪伫讨食。邪神求耶稣讲：“你若要甲阮赶出去，就找阮进入迄群猪。”耶稣甲因讲：“恁去。”邪神就出去，进入猪群。忽然，规群猪拢对山坪撞落去湖里，堵死伫水内。
饲猪的人就逃走，走入去城内，将一切所发生以及互鬼附身的人所拄着的代志，拢报人知。全城的人拢出来要看耶稣，因一个看到伊，就恳求伊离开因的地区。